教師喺梯間3度錫小女生面臨判監。同讀小4女生發展師生戀嘅張耀明，尋日被裁定妨礙司法公正同3項非禮罪名成立。案情話，舊年3、4月，佢送個女生返屋企嗰陣，喺樓梯錫個女生塊面同嘴。女生嘅養父喺閉路電視發現個女同陌生男人出 lift， 質問之下，個女坦承俾老師親吻。養父就向校方投訴，校方打算辭退被告。被告竟然利誘個女生改口供，叫佢話親吻呢件事係自己幻想出嚟噶。被告尋日聞判嘅時候喺度飲泣，又大叫冇做過猥褻侵犯嘅事，又話自己月入3萬蚊，係家中經濟支柱，年老嘅父母又有病，佢而家已經被停職。裁判官話被告違反誠信，案情非常嚴重，必須要判監，下個月4號再判刑。